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其实我哋陆地讲富人家的去供应以后，其实做嘢的一个功能，都希望讲喺一段时间底部，我哋富人家可以供喺生意的以后，可以好好休息，把一身体好好的调养，同时嘛，喺补充喺把以外未能的时间的营养。但是更加嘅工作嘅富人家地位，其實伊本來就幾無限嘅，啊佢而家身體可能嘛冇辦法有幾多人來照顧。嗰時我哋其他中央嘅地位，除咗有我哋呢產後護理中心以外，其實嘛有一啲現在都可能越少。屏東縣政府其實推動嘅一啲按照到宅母嬰月嫂照護嘅一個服務吼，其實也有意思就講，以道路卡去照顧我哋嘅產婦同我哋嘅生人呢。你一定要所嘅服務，你今日有請到係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嘅處長，因為如果同我哋社會教育講，到底有服務係一定用嘅服務，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嘅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劉秘書處長來現場，歡迎處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處長劉秘書。我哋啲係秘書處長吼，其實喺我哋呢福起來嘅常常來來邊啦，因為聽我哋屏東縣推行幾多嘅對我哋嘅富人家、對我哋生意嘅幾多嘅照顧嘅工作。我想請問一下吼，請問一下處長，你這個以前如何學社會工作嘅咩？對，我從大學畢業以後就一直都在做社會工作。那我曾經做過兒童的社會工作，那還有老人、婦女。那很多時候都在跟很多的家庭一起工作。我相信講，其實今日我哋常常會談到講社會工作嘛，嚇，社工也名字。但是我相信幾多人都唔知講，其實社會處地位除嘅社工也會考以外，其實還有無缺一考。你咪用嘢機會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社會處地位對我哋社會工作地位有乜嘅無缺一考啊？社會處總共有6個科，分別長青科做老人工作，婦幼科當然就是婦女兒童，還有身心障礙福利科，就是對我們的婦女朋友，還有社會行政科，就是我們的社區工作，我們的社團，一些社區發展協會，一些合作社的工作，還有就是我們的救助科。他做就是我們有一些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很多現金補助的這些的工作哈。那我們總共有6個科，所以大概從老人到小孩都是社會福利的範圍裡面。對。嗰就談方來等於講，社會處等於如講除咗我哋救助以外，我哋咪有特別有長青科，我哋咧太陽社會，我哋咧婦人家會，我哋咧生人咧，都存下來我哋救助科。咁從我哋考門地位，譬如講我哋更加有乜嘅時間，係更加用嘅一種係原則去尋社會處嘅天數咯。對，社會處主要的科別，就從它的名稱上就可以知道說，什麼樣的對象要找哪一個單位來做協助。例如長青科，當然就是針對老人、婦女。那不過，大致上來說，會來找上社會處的，多半是家庭照顧上發生了一些困難，甚至有一些是家庭裡面的，發生了一些暴力的問題，一些家庭的關係的出的問題，才會找上。社會處，所以我們社會處可以說哈，我們就是用的就是我們社會工作的專業來協助我們的家庭解決他們碰到的各式各樣的問題。譬如講，或者我冇人問題嚟講，譬如講我係一個受家暴的年長婦女，那剛才我係算長青科。婦女還是家暴這一部分呢？對，我們還有一個社工科哈，那他就是在做我們家庭暴力，還有這個兒童受虐的這個問題。剛剛主持人提到的比較年老的這個婦女受到家庭暴力，這就是我們的老人保護。確實哦，我們的社會上慢慢也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對象越來越多。可是按你意思係咪講，嗰種有乜嘅社會案件嘅事情，其實第一部分我哋用我哋嘅社會工作者先去看一下伊個情形，然後針對伊個情形，再去把伊變嘅無同樣嘅一啲社會救助嘅一啲範圍地位。對，大概可以分成幾種，有一種就是我們法規裡面有提供的這些現金補助，民眾其實可以就近到他居住地的鄉鎮公所。
来做求助，因为乡镇公所离他住的乡镇一定是最近的一个行政单位，这是最简单的部分。另外呢，通常还会发生一些家庭里面的关系的冲突，例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暴力的问题，或者家里面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事件。这个时候我们社会处因为在整个屏东县幅员非常的狭长，我们设了7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那每一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里面都有7到12位的社工员。那这些社工员的工作，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的，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家访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到社区里面来拜访这些需要被帮助的家庭，有时候可能是儿童，有时候可能是独居老人，有时候可能是家庭出了一些关系冲突、家庭暴力的事件，或者有家庭很贫穷的问题，需要一些物资的捐助。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社工员出动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社工常常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里面来协助社区里面需要被帮忙。当然，社工要能发挥功能，还需要我们邻里的通报。如果知道社区里面有需要被帮助的人，一定要赶快通报给我们的社会处。因为其实像我哋早期的时间，我哋唔係講，其實沙飛工作有按導樣，有按翻嚟安排。可是我哋常常因為講阿媽嘅東西係咪自家去處理都好嘅，但是團隊也經驗啦，我哋沙飛工作其實做得越來越完善，其實越來越好。可是我哋見到一開始發生乜嘅事情，唔管係生意的本人打無路，我哋講家暴，我哋其實看到我哋新聞，第一反應就講。社工员在哪里？社工员为什么没有出面？可是就变成讲，其实我们提供一种东西，佢想社工员去出面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有时间其实社工员规模啊。那其实从初中头都有讲到讲，其实看像某种我们平常安胎，好，平常按草啊，米的起吼，那差不多7的都9位的社工员，但是伊处理的事情都变成归多人嘛，归多事情来处理。咁下面讲，其实对于我们社工来讲，其实伊这个的工作压力其实是归大呀。对，我们社工确实工作压力很大哈。那特别麻烦的是，有时候我们去敲门的时候，那这个对方还不愿意开门让我们进去协助他，不太信任我们来自公部门的社工是不是真的是来帮助他的。那这时候社工就需要发挥他的专业，怎么样让对方可以信任他的专业，可以来帮助他的这个家庭，也需要很多的耐心跟时间，才有办法真的用我们的专业来协助对方。但是其实对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啦，其实他刚已经讲我妈事情都讲到，社工人田啊，其实嘛係一對社工工作、社會工作來講嘅話，社工人的工作變成已經得到我哋社會人的信任嘅。嗰時其他嘛個事情發生以後，應該都講，個社工人田嗱咯。其實對於伊啲講法來講嘛，其實嘛係大家人的工作已經得到我哋社會方面對他的認同。对，我想现在大家慢慢认識社工這個角色哈。不過社工的工作其實很需要跟社區一起合作，我們也常常跟警察單位、跟衛生所哈、跟學校彼此有一些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其實我們發現很多家庭，它出現壓力的時候，或者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那我們最擔心的是，公部門的社工並不知道，或者是政府並不知道每個家庭發生困難了，需要我們去幫助他。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需要每個人變得比較雞婆一點，能夠從你的社區發現了哪些家庭需要被幫助，可以通報給政府單位，由我們的社工可以出動來協助需要被幫助的這個家庭。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需要跟社區合作的這樣的一個單位跟工作。係啊，你其實譬如講，我哋而家嗰度新聞特別看到隔壁聲音嘅病人打，我哋第一時間都打電話問警察啦，咁麼打電話問社會處，都希望講，有人來聽述一件事情。嗰時而家社會已經慢慢的接觸到講，嗰種我哋有乜嘅社會事情嘅時間，我哋如果刺痛一聯絡社會處。咁今日我哋介紹主題其實係一啲團看向來唔到，像一啲社會服務嘅事情係一數。我想請問一下做乜嘅屏東人要提供一位一啲到宅母嬰月嫂照護服務呢？我們知道現在其實慢慢邁入一個高齡少子化的社會哈。
那潘县长常常在说，他其实他很重要，就是安居大社区，要建立一个友善城市的概念。那我们觉得所谓的友善托育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轻一个家庭的一个照顾负担。那现在我们少子化的一个社会，加上屏东虽然是比较是一个农业县的部分，长辈可能还在工作，可能在田里面忙家里的农事，或者有一份工作，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照顾他们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托育的服务可以延伸到往前提前部署到我们的孩子刚刚来到家庭的这个阶段，可以减轻我们年轻的父母手忙脚乱迎接家里面的第一个孩子的这些的压力。那我们觉得这些减轻照顾都是一个友善托育政策的一个部分。可是伊唔单止喺头多一开始讲，其实我哋三位工作轨道喺艰难救出。其实伊已经喺我哋国前嚟讲，嗰種有業嘅事業時間，我哋提供安尼服務本啊。其實喺我嘛希望講，我哋而家一方面喺工作嚇，一方面我照顧家庭嘅一啲婦人家，伊開始有業服務時間，伊係我希望可以寬延，寬延以後其實重要的事情是歸他。那安尼服務地方有愛上課嗎？对，我们其实把这样的母婴到宅照顾服务发展成一个专业的服务。我们培养一群受过240小时训练的月嫂照顾服务员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我们觉得在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也需要很多的一个专业，包含了解新生儿的发展以及新生儿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整个家庭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手忙脚乱一些照顾的压力一些怎么喂养小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问题，如果透过专业的训练，一定更能够得到我们年轻父母的信任。觀眾朋友，聽到人都發現講，冇想到今日做嘢的話，會有人到路可以服務喏。就是下其實我哋講嘅事情完全講好啊。下一趟我哋會有真實的熱搜活動嚟現場哦，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喜來嘅，新一節目我哋來賓屏東縣社會處處長劉美淑處長，同我哋小姐講，社會處嘅做乜工作以外嘛，同我哋小姐講，我哋屏東縣要推出嘅一啲到宅母嬰照顧嘅熱搜服務嗬。咁除咗頭先講嘅一些團以外，其實我哋今日有啲熱搜來到嚟現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熱搜潘美生來到嚟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女埔嘅潘美生。但是一開始我還是要問一下我哋的處長的問題。像頭先處長只講到一半講，像我哋有推出一個熱搜的服務嘛，但是熱搜服務還是有一啲培訓的課程。培訓的課程的內容係乜嘅呀？我們總共有240個小時的訓練，這個訓練包含認識嬰幼兒的發展，那怎麼照顧嬰幼兒，怎麼照顧媽媽協助媽媽坐月子。那很重要的是，我們有這個月子餐的製作，而且是個別化的，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餐點的製作的課程、營養的課程，還有實習的課程。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專業的服務能夠得到我們新手父母的信任。佢等於講，因為培訓課程地方等於，如果幫我哋可能我照顧生意呢，可能我會看到一種衛生的問題啦、照顧的問題啦，還有真實的講，還有煮飯煮菜幫我哋呢產婦的一啲過程地方，其實我讀到問題全部睇入去培訓課程地方。咁問題我想問一下，有乜嘅資格嘅人可以來參加培訓的課程？其實我們歡迎所有的民眾都可以來報名參加哈。那不過我們最近培訓的5個梯次裡面發現還是婦女朋友居多哈，而且很多都是中高齡就業，可能她自己都已經有當媽媽的經驗的這樣的婦女朋友來報名。那因為屏東的幅員真的很廣哈，從這個屏東市到我們的恆春哈，所以我們其實很期待有各鄉鎮的
有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的朋友乡亲都可以来报名。从头就讲已经可以500个培训的课程嘛哈，但是500个培训课程，他又已经培训了一多少人咯？我们采这个小班制的上课，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得扎实一点，所以我们5个梯次下来，总共已经有77位的月嫂哈，在结业之后有意愿加入我们的平台，而且可以来提供服务。因为从头到一开始初中讲的，你讲其实我哋咧屏东人，我哋咧朋友仲希望讲，他可以睇嘅屏东人地方可以好好嘅生活，我哋安居乐业嘛。嗰時嘛希望講我哋富人家一方面可以工作，但是工作人嘅是做嘢嘅時又可以有人嚟去聽書做嘢的吼。但是嗰時我推出安尼服務，但是其實人其實對啲安太屏東人嚟講，其實真是唔拉白。嗰時也喺培訓課上會繼續下去嘛。我们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开课，因为我们屏东的幅员真的很狭长，我们有33个乡镇，还包含原住民乡哈，所以我们期待在每一区里面都可以有月嫂来提供服务，所以在明年度我们还是会继续来开课。因为我相信讲也服务应该太肯定就归好，但是我有啲問題就講，因為而家我哋本台旅遊，我哋講個山後照護中心，我哋一般醫院嘅會員呢，還有我哋呢一般呢，譬如講私人嘅做嘢嘅中心，咁我哋縣政府提供嘅嘢服務，同一兩種嘅服務有乜嘅差別咯？好，我们提供这个月嫂服务，我们并不是要跟市场上其他同类型的服务来做竞争。特别，其实我们县政府还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还有身心障碍的妇女来提供80个小时的免费服务。那这个出发点就是，我们其实希望这样的托育服务可以包含弱势的家庭都有机会可以来享受哈。那另外呢，我们做这个服务，其实对于妇女，刚刚来讲比较多的月嫂都是我们的2度就业的妇女，她同时有一个就业的机会。那我们提供的是到宅，而且是相对比较平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觉得让妇女有多重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就是作业子中心，那有专业人员在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单位也非常的好，那就是让这样的家庭有多一种的选择。其實咱嚟講，我真係都想到講，如果你講，唔係講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喺我哋做嘢嘅中心，因為其實做嘢嘅中心其實更加老實講，因為收費嘛冇咁簡單，其實嗰陣我哋收費地方，嘛有幾多個弱勢人，伊都是即冇咁嘅能力喺做嘢嘅中心，嗰時也部分的一種服務都更加用我哋嘅政府嘅力量去照顧到，一方面照顧到我哋嘅弱勢，一方面嘛幫我哋嘅父母有啲啲再次去做些嘅工作。嗰種其實我因為講，也服務真係改好啦。我哋因為現場可以來到我哋這陣嘢數，嗰時我哋馬上嚟問講，從安尼培訓過嘅嘢數，而且係真實的一啲工作嘅情形都係點樣嘅？像醫生同埋像門嚇，唔知㗎。差唔多總係等個，唔知個老話會上嚟做入邊一所服務咯。其實我會做嘢時候，第一係因為我喺路考最大嘅聲音咧，我喺大學有兩個老妹，伊咧同我差7歲，但同我差12歲，所以我還是我如果聽書照顧妹妹安尼，我去甲美國考注冊，我提102年嘅時間都好，我嘅朋友去做嘢，望人去聽書，伊都拜託我講可以去聽書嘛。提聽書下來以後，我都感覺也如果我想我做嘅工作啊，我有佢家己聲音咧，也佢想我去聽書人，所以我都一心一意，我都考慮做月嫂安尼服務。但是這樣嚟講嘅話，其實你自己已經有經驗嘅人，怎麼話去參加培訓嘅課程？我做嘅7、8年咧，月嫂，伊來如果我自己咧人孤軍奮戰，有縣政府嘅課程嘅時節，我都感覺講，嗰種有課程，我有保障。假使講同人他有乜嘅問題，也有縣政府同我哋聽書，所以我都報名嘅縣政府嘅培訓課程來上課。你哋講上係有個課程以後，你哋講係由縣政府同訓練係都有得背書啦，哈！只係講係縣政府認真訓練過嘅一啲嘢數。咁唔知㗎，做過7、8年嘅嘢數，你上嘅培訓課程
你比讲以前上嘅团结培训，以前做嘅事情团结培训做是学到嘅，有乜嘅差别嘅地方冇？其实县政府的欣赏培训的团队欣赏，其实大家研究过专业，同我以前上课的嗰條欣赏，冇共用一點，如果講一定有訓練過的係專業的啊，我哋之前聽老輩上課的嗰條欣賞，冇一天係本科的，冇一天係過專業的。嗰時就變成縣政府嘅課程係個專業，好，然後一定，比如講喺衛生照護上面啦，好，然後而家傳嗰度做法啦，嗰度東西，一定上嘅東西比以前學到了個專業係咪？咁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一般嚟講做嘢嘅做哪唔得同做嘢嘅人做乜嘅服務啊？像我哋去到山區嘅路卡吼，我哋如果先問伊講，根本嘅狀況好冇，從本身嘅呢所有好冇？好，過來落去開始提煮飯、提款菜，好，又提洗身嘅呢，個注意個洗身嘅太風粗嘅水，無如煮薑嘅水，係，個順勢落提陪他聊心事啊，係。嗰時還要陪他聊心事，嗰時唔單止講，係得簡單講，照顧生意呢，照顧媽媽煮飯媽媽食，你還要去陪他聊心事啊。對，嗰時。陪他聊心事一件事情嘛，喺培訓的課程底部，一啲佢從嘅項目咩？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女人帮助女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那发现很多的月嫂，她本身也是一个女性，曾经有当妈妈、当媳妇、当太太的经验哈。那女人在经历生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理的、生理的转变，其实是很难跟别人分享的，因为可能其他的家人、朋友也忙着上班，做别的事情，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月嫂的角色来到家里，我想很多的疑难杂症，很多很难去没有空去问别人的这样的事情，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来谈天哈，可以来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我们其实很多的月嫂都会发现，说很多的妈妈后来就会教他们像美辰姐，对，等等的，就会有一个像姐妹般的好朋友的角色出现的关系出现。因為其實這個冇講吼，我真係冇想到，真係按照講男人想嘅也好，真係從婦人家想我都冇想，因為我哋其實講幾多他有講譬如講人產後憂鬱症，其實產後憂鬱症有幾多嘅情形係因為講伊講起以後，伊對一個生意呢，伊都得可以吐毛，又吐得太毛，即個係咪有能力吐胎啊？我隔壁係咪有人來聽書啊？尤其係你喺中間嘅時候，其實人身體可以起。你會想到，如果感覺到一冇人講爸爸，如果一想也難過，但是嗰種有時間，有一點人可以來聽書，而照顧生意呢，寫生意呢，佢靠嘅時間，又可以做別事，最重要嘅，呢個係提講法。咁除非頭到我哋呢醫生有講，其實照顧生意呢，照顧媽媽，其實生意嚟講，從媽媽講法以外。所以頭到伊嘛有講，其實縣政府嘅一種培訓嘅課程比以前喺我當初喺外面學嘅個專業。我想問下處長講，當初一實踐課程嘅時間，唔等你幾條線上係哪尋來呀？我們都是跟大學的專業的科系來做合作哈。那因為是跟大學合作，所以大學裡面有很多有護理的科系、幼保的科系，還有其他復健科、營養的相關的科系，把這些科系的專業通通都整合起來，才能提供整合規劃出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課程。那我們發現很多。為什麼會來使用這個母嬰到宅服務的父母，常常是因為他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住在一起，所以他碰到什麼困難，其實也沒有人可以來求助，所以有一個人可以到家裡面來提供服務，所以就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一個服務的關係。嗰時其實佢做嘢係變成一個專業嘅做嘢嘅，而唔單止講係照顧生意嘅煮飯本身媽媽食，但是其實媽媽心理。照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事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到节目我哋嘅来宾平农研沙比处嘅刘处长同我讲，伊定研所嘅培训课程以外，我那么真实的研所，以前来到嚟现场，伊对伊的以前对中研所培训以后，变成伊的专业嘅研所，伊我哋马上嚟问伊讲，咁伊在中研所嘅时节，到底有咩嘅会有神奇嘅事情冇？想问一下讲，像其他中研所做到境界来讲嘅话，有乜嘅事情係你真係感覺到佢神奇冇？你講真係佢難忘嘅呀？其實中一所嘅過程吼，幾多幾好教也有幾多安尼幾讓人家很生氣的事情，這樣子。譬如講咯。譬如講，有一同講，我樣嘅美呢呐，按教嘅伊，聽講伊有人問，明日都見問，唔過伊唔會採納你的用法，而都最美嘅，冇辦法嘅，然後才會信任你，採用你的方式這樣。對不起，身為男性，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男邊你講話乜能用啊？美呢講法是咩？安尼美都好啊。沒有，其實餵奶的方式很多種，包括親餵啊、平餵啊，然後餵的姿勢啊。哦，嗰種其實我應該咁講啦。對於啲冇經過生意嘅來講嘛，其實嘛同係窮樣嘅嘛，唔係美呢愛要按到冇窮樣嘅。連男生嘅呢，如果唔曉得男，我相信，我相信，但是問題係也係因為人的體質的關係嚇，還是講人的習慣的關係？一般來講係習慣的問題啊。習慣的問題。係，同體質冇乜嘅關係。係。佢當然講，我叫你冇黏，啊冇如係叫天嘢講我叫太嘅時間冇黏水，所以我天嘢我也唔想愛嘅厲害。但是嗰度東西係天台唔對，所以伊冇人教伊，伊也唔曉得。係，天氣台用我哋睇嘅時節，伊都可以幾順利。我教伊講用嘅去味呢，用嘅去看聲音呢有食飽冇？糖豆鴉片啊，真是我感謝我哋的初衷，因為真是對我哋南面人來講嘅話，其實我真是完全唔掂。我相信嗰度當講聲音嘅人來講嘛，同我差唔多啦。好，因為可能伊都真是講，伊能專心的注意講伊看人的時間要注意某個東西，但是一次在冇想到講，其實講hết以後。其實要面臨的事情嘛係嗰度，嗰時都變成講好彩有安尼嘅人來提，算是教伊，嚇。咁除了美呢一件事情咯，有乜嘅事情係講唔知個戲能發現講也先看人呢，先公子嘅sản婦，伊可以從以前都話唔掂安尼事情。從嗰度天台嘅啊，唔曉得同聲音嘅細聲，唔曉得男聲音嘅。聲音嚟睇叫嘅，伊也唔知愛，伊到底愛做乜嘅？我會教伊講用嘅，去看聲音嚟叫，聲音嚟叫嘅聲音會冇共用。伊乜嘅時節叫愛做乜嘅？愛慢慢嚟去觀察，愛靜下心去看。唔可以講聲音嚟睇，見叫嘅，有啲停頓伊見講我做乜嘅，我做乜嘅，唔見講伊也唔會同講法。叫嘅方法同叫嘅太細聲，其實係冇共用。嗰時其實如果講到冇太人啥搞嘅話，其實對於啲新手媽媽來講，你真是會幾無助呢。咁像我哋無助嘅種我哋講新手爸爸媽媽來講，你去睇件事情，你應該做乜呀？我哋去睇件事情，如果每一個全部聲音嚟所以好冇，因為嗰度聲音嚟都一樣嚟歸來啊。唔睇如果見叫，睇人啥如果見男乜都聽講。如果同我講，我聲音呢係唔係那情況啊？係強度，可以數強冇。係，唔過我會教伊，我會提供提檢查下聲音嘅狀況，到底有正常冇？教伊用嘅去吐聲音嘅。嗰種即係接觸嘅啲案件地步，係唔係幾多路？係嗰種新手爸爸媽媽。係幾多？嗰新手爸爸媽媽除咗講唔啲聲音嘅情形以外，伊睇到最希望能聽數係乜個地方咯？其實一定，我請我哋去最希望我哋去聽數講，吐聲音咧，好必定好好嘅休息。阿哥如係煮嘅月子餐，因為嗰度有講用啊，係阿爸阿媽啊，如老一批嘅人睇煮嘅方式會同我哋冇共樣，講冇變化。明日都麻油酒，係明日都是共樣嘅東西。
所以伊咧希望我哋去去打理三餐啊咧，如无必要的工用无如伊也去甲妈妈吼来去天数种安尼，嘿，中途都有讲到讲，因为你从一开始讲，这个以前目前讲，因为也要培训过长的时间，你面的单打独斗嘛吼，咁你家培训也过长以后，你都变成唔系单打独斗哈。嘿，因为讲也要培训过长地方有几多位乡下去培训的朋友，然后可以互相去参考啦，冇互相去打气，系安的意思呗？嘿，因为有屏东县政府有开安尼课上，尾有成立一个平台，本来等讲唔要行啊个无条路啦，平台要同阿等美好，等结束的，伊要马上有本来等伊在按卡本来等继续做下去，伊来唔行啊无条路好做。伊来係提平台底部幾多嘅同學、幾多嘅同事，他講人遇到嘅情況會無共用，他講人會互相討論啊咧。好，你變成講，你這個做下工作，唔免讓你這個單身去做下工作。唔過去你講人要工作嘅分派，嚇，人屏東縣政府有團委託分派。聽你講，其實一底部話有幾多可以經驗分享嘅一啲人。一部分係想你想問下處長，你頭都講嘅平台很樣嘅一種情形咯。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屏東縣政府在推这个母嬰到宅服務的時候，跟私人的單位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成立這個平台，分別在屏北跟屏南都各有一個平台。這個平台裡面有一些的專業人員，他可以協助我們的月嫂跟新手媽媽之間，如果有一些溝通不良的時候，他可以做中間的一個中介者。另外就是一開始我們並不是讓新手父母親直接找月嫂，直接他們自己就開始工作，而是我們的新手的父母的家庭要先跟我們平台做一個報名，我們會幫他的針對他的需求先做些的評估，那去遴選住在他家最近的、最適合他的根據我們平台的這些媒合的經驗裡面，去篩選一個最適合他的這個新手家庭的一個月嫂來提供服務。此外，我們未來每一年也會對我們的月嫂再有一些的在職訓練，也會讓他們聚在一起開會，來分攤他們在工作過程裡面碰到的這些的困難。所以我們其實有兩個服務對象，一個服務對象是我們的新手父母，那個服務對象其實是我們的月嫂。我們希望他們工作過程可以很順利，讓他們的專業可以得到我們新手父母家庭的一個信任，所以這兩邊都是我們要照顧的對象，所以我們才會特別成立這樣的平台，裡面有專業的人員去協助雙方，可以在中間有很好的一個溝通跟服務品質。可是變成講，基本雖然講係一個縣政府可能講背書哈。培訓出來的人數，但是其實你培訓以後，屏東縣政府慢慢不用自己去工作嘅，一定係會還有一啲平台，和本地人家所除了講小雞工作以外，本地以外，和本地開始有做後來一種適合培訓啊，哈，可以學習個新的一種想法，個新的一種技術，同時嘛希望講，都在平台地方，你自己可以同他個人互相去分享也會過程。咁當初一平台地方，按樣嘅人可以去登記講去申請也會人數呢？我們目前是要求一定要受過我們240小時的專業訓練的這個人員才可以來在我們跟我們的平台這邊來簽約哈。那我們的平台目前是委託給慈惠醫專來做經營，因為它也是一個專業的一個大專院校，它有各種的科系，可以從前面訓練的課程的規劃到訓練的師資及未來的這個在職訓練，都有這樣的一個專業可以來提供。咁對於媽媽嘅片咯，比如說新手媽媽嘅，按樣嘅資格呢可以來申請嘅人家數。我想只要涉及在屏東境內的哈，我們都歡迎可以來申請。長到冇屏東縣人能有喎，嗰時我講用人呢，學家勞動啊，屏東縣嗰時呢叫我申請啊，都可以申請安人家所服務。咁人家都係差唔多有1多位我哋的爸爸媽媽來申請也人家所服務啊。
我们这个母婴到宅服务的计划本来是109年度的年初就要开始推出，那因为109年就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后，所以我们包含的训练的过程以及推服务的过程都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们在109年的年底开始来做推出，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位的新手父母来做登记，也开始提供服务了。咁冲安尼资讯哈，那边可以抵呢？我们的资讯在我们社会处的网页上面都可以得到这个母婴照顾平台的相关的资讯。因为我相信讲，其实对过多的新手爸爸妈妈讲新手啊，有时真的是天一台的时间，嗰种拄好又有工作的时间，真是我个希望有一点人可以去听书，尤其也要听书的人，又有我哋县政府的一个保证，还有一个平台一个设计的话，其实对于我哋讲爸爸妈妈来讲啊，其实也要安心会过多。咁像我们这个呢，真实的服务的时间。有乜嘅鬼神奇的一个故事，冇得讲，唔多其他人記，唔可以講記唔得的事情嘛。我記得我幾多年前吼，差唔多3-4年前，遇到一個新手的媽媽，迄拉摕夫家，嘿，伊愈迄講迄個以後啊，18個人工的產後憂鬱，伊愈免疫過焦慮，健康也聲音呢，我頭希望是能有正常嘛，嘿。講落有伊愈緊叫，也愛喜的，也講用也叫不愛糖。上迄個樓檔的產婦也叫不愛糖，嘿，伊愈講互相意見唔合安尼。先生愈做人不愛講，我可以做伊出去行啊無，嘿，我愈離我摕個提出聲音的，伊愈老公做伊出去行啊，嘿。愈比心情更放鬆啊咧。我是等於講，其實你只間唔單止照顧也個身體嘛，照顧也個心啦吼，最碼都等全家都照顧到誒。聽到也時代進步哦，而家婦人家是在規模下，有時也按摩行工作，尤其係一工人嘅時節，我看人吼已經幾辛苦誒。工資以後其實照顧嘅工作常常會以前嘅話係家人來負擔，但是其實照顧嘅工作係一個幾專業嘅一個照顧嘅工作。可是而家有啲人家所謂的服務嘅話，其實你可以幾次人呢去擺到幾專業嘅事情，搞半下人家說，讓自家可以安心嘅去休養好嘅話，我哋都可以好好去工作。同時，我俾我哋其實一方面有工作嘅婦人家來講，唔是講哦，喺份講生意嘅時節，我哋屏東縣政府都有按專業嘅服務提啊。今日跟咱的初上同的迷上了，都來現場同我分享按當年所有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謝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的現場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的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同下運動的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同下運動哦。南夫，身體自然擺動。打過來，好來。等下趕條本來哦，趕條，過去，莫聳肩哦，打出去地面，左片，右片。搞送那個。好，緊條，放鬆。
肩条、手掌、手臂。行过开始，加油哦！好，我肩条变顺，上下，加上那脚。手背接我哦，从容也俾安尼打开，合翻来，都是顺来，紧跳，是紧开，手指变顺。身上好动作，肩条下面，上上下下，向上，臀部下去，再下，加个开始来一，上上下下，向上哦。上来吗？可以吗？唔怕疼到，慢慢嚟做。用手一个指头。夹个臀下来，准备。上哦，再来，跳，跳起耶，再合翻来，跳，起耶，打开来，起耶，1、5、2、3。合翻来，1、2、3、4，来哈。训练你的下半身的肌耐力，继续，身体，很多你慢慢的做，唔怕。夹嘅哦，1、2、3、4，合翻嚟，1、2、3、4，很难做，嘻嘻，也动作夹过去，做唔到你唔怕，可以休息一下哦。好，立志步步，来，双手，上面去保里，来。很松来，可以吗？很松的吗？加油哦！能不不爱，就是他。下來，再學前嘅動作咯。
要继续呼吸哦，调整一下你的呼吸，穿一下，它并不矮哦，囊夫，用诶，关键。在松你的处，冲出视野。好，那自由式，等下打松的自由式，仰蛙式哦。先自由式，仰式，完片，有，好不好吗？中间，等下你的连续，夹给哦，踏并不准踢哦，改游泳手哦，先一个蛙式，再一个仰式，准备，轻松啊！好玩吗？囊夫，嘻嘻，调皮。上面，水深侧，好，十指交扣，你上面绑，公园你可以上面绑用的，延展你的手，后勾脚，手表演的脚。要在苏克表面嘅腳前跳，可能是你嘅腳條成身冇成實體，後提施壓力成身，腳空來，完片弓箭步，整側十指交扣不上面，有腳。是上車，你在蘇克表面腳起條，你過來，嘻嘻，調戲，唱一下，等下全條開始咯，準備好未冇？準備好未哦？兩條不愛哦。雙手下，放鬆馬步跳動，準備1、2、3、4、1、2、3、4，打頭了，1、3、4，好，囊夫。再來上下，出到嚟哦，還記得嗎 ？V 字，我必須調戲哦，踏並就是耶。嘻嘻，喂嗎？可是喜歡的哈，如果到後呢，
记得咯，要补充你的水分，吃好孬哈。今日工作你好不好嘛？好不好哈？明日记得重新上来做运动咯，好好运动，安养下子，那来了。